各位同學，今日數學堂有條方程式要考下大家。條式就係紙包果汁相等於鮮果果汁。同學們，你哋認為呢條式係肯定嘅定係否定嘅呢？即係到底相唔相等呢？唔相等，唔相等，唔相等，唔相等啦！梗係相等啦，一樣咁甜咁好味，我日日都飲紙包果汁㗎。仲有啊，廣告都係咁講㗎啦。我就認為唔係嘅，亦即係唔相等啦。紙包果汁裏面嘅甜味唔係嚟自新鮮果糖㗎，而係嚟自嗰啲製造商加入嘅砂糖㗎，而且成分係無天然嘅維他命。至於新鮮果汁就唔同啦，有天然嘅果糖，仲有維他命同埋纖維素，營養價值梗係高啲啦。蘋果同學答得好正確，仲好詳盡添，所以紙包果汁並唔相等於鮮果果汁㗎。同學們要記得飲多啲標明係真正生果嘅果汁，又或者係媽咪親手炮製嘅營養鮮榨果汁啦。係，知道啦。